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金华城弊案继续查出，哪像有乌西代志？检方将约谈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，也阁有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应晓薇，先后两个人拢成押禁见。因那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简书培早起嘛去到检察院来申诉，要求得要弹劾前市长关文哲。针对着金华城的弊案这么大层，台北市府干的敢会要求得要停工？市长周万安表示，一切配合调查，依法来办理。董事长有没有话想要说的？谁叫您索贿，沈先生？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2日暗时10点半移送北检复讯，全庭米娜笑笑无继续回答。复讯了后，沈庆京去互人声押。带回精神的还有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，加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等人。应晓薇去互检方查出，少数有甲维京集团等人有真侪金额往来，涉嫌收钱协助金华城的用职。复讯了后，互人依照贪污治罪条例、违背职务、受贿赂罪嫌，有逃亡、破口径的故意声押。金华城的风波扩大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再去到监察院提出申诉，要求要弹劾郭文哲。就是金华城沈庆京的阿拉丁神灯，要什么给什么，完全的违背他对于市民的承诺，完全违背了他市长的职守，要求监察院能够对柯文哲来进行弹劾。针对沈庆京发布声明讲，唔捌服将官员还是送红包，佮讲福市府甲瓜市府拢有官员甲伊讨红包，啊毋过伊拒绝，唔再互金华城申请应职，一直互人报复。福良编嘛发声明讲，要求伊爱指出人、代志、时间、地点，啊佮物证，用检调来激发，莫转移焦点。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嘛质疑是安怎遮侪年无提出检举。为什么不跟市府提出正式的检举？人还在侦讯中就对外发出这样的声明，是不是要隔空对某一些人喊话，形同一种空中串供？我觉得这个未来检调可能要去厘清一下这样子做的用意哦。金华城案高应借840%，那是牵涉到乌西等不法行为。台北市政府后续是不是要求金华城停工呢？我们都会持续关注这个案子的后续，一切一定依法来办理。所以事实到哪，我们就会处理到哪。周万安表示，已经有请政风处主动调查查清楚，台北市政府原来全力配合检调的侦办，希望查清楚事实、还原真相，绝对公正公平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